OK。哇，收到未啊？大家收到啦。古生，我頭先咧即係少少時間同你即係接觸，我覺得你咧好有做保險人嗰種潛質，直情啦。其實你有冇諗過？唔使講啦，我退休做保險，你哋唔使撈噶啦。OK。其實就真嘅。即係會唔會加入富貴啊？梗係會啦。因為我問啲 artist，我哋開個明星添。有得做咁咪死啦！你哋唔好撈啊！真係好啦。誒，古生，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啦。你有冇聽過富貴保險㗎？咦，你係咪玩嘢啊？其實咧，但係我想講咧，其實 FWD 富貴保險過去10年喺香港11年啦，我哋喺品牌推廣方面都做得唔錯啦。小弟都有少少功勞嘅。咁就除咗品牌以外，我哋嘅產品服務咧，全香港都係首屈一指嘅。咁我想問下你，作為一個咁精明嘅老闆，你有冇幫襯咧？有。真㗎？係。我公司團隊嘅醫療保險係幫你哋買嘅。哇！打廣告嘅非常之好嘅噱頭啊！咁除咗你公司你會照顧啲員工以外，你又會唔會考慮個人都幫襯下咁啊？我直情叫晒我啲親戚啊、朋友啊咁樣去買啦。嗱，咁講。